公平，去来猪，要健康，要健康。今天下午，因为美国的国务次卿克拉奇先生即将从松山机场抵达台湾，我们不知道他这一次到底还带着什么秘密任务来。不过，作为在野党，我们有责任来反映人民的声音。上一次，在美国的卫生部长阿切尔来台之后，台湾的下一代的安全、食品安全被出卖，我们国人的健康被出卖。我们希望蔡英文政府在和美国谈判的时候，由我们民意作为他们的后盾，要告诉美国人，我们有不同的声音，希望他们要注意到，在做任何的政治利益交换的同时，绝对不可以出卖国人的健康。我们的主流，我们中华民国，我们的主流民意是反对莱克多巴胺的猪进口。我们希望我们的小孩子有一个健康的未来。我们希望我们国民不用承受随时在他的这个吃的东西中，随时都可能吃到有毒的猪。所以今天我们来这里表达我们最沉重的抗议，也希望他听到我们的心声啊。既然远来是客嘛，我们当然是欢迎。但是记得上回这个阿扎尔，我们卫生部的部长来的时候，我们以为他带来了疫苗，结果他走了一下，走了以后带来了美猪。那这一回呢，我们以为这位刺青会带来这个经贸的谈话，让台湾的经贸有更好的发展，但是看起来并没有，不知道他走了以后还会带给我们留下什么东西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里代表这个全国的人民，我们这些家长还有为我们的小孩子们大声的呼吁，我们不要莱克多巴胺的猪。